伫咧109年，台湾的司法机关就收到337万的案件，也惊讲疫情会影响到审判时程。立法院伫顶礼拜五通过流行病传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庭事特别条例，放令法院会当利用时限来规定。不过，时限规定的网络稳定加文书泄露，这个拢是大问题。申请代理人是否要关？法官伫咧法院内底用时限规定，受审的人伫家己所属的单位或者是厝内出庭，就惊疫情影响审判的时程，也增加接触胃病风险。立法院伫咧18通过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定事特别条例，包括刑事、民事甲行政诉讼，拢会当以这3种方式远距离时限出庭。刑事诉讼远距讯问作业要点原本是规定以半小时为一个时段，那目前呢以10分钟为一个时段，每次最多可以申请6个时段。包括用电子批加压票。放令法庭席位的规定，甲旁听室的限制，增加停止审判的事由。法官也会当用录音、录影存证，笔录落尾才个报起去。司法院也强调现行法律的原则，像公开审理、受辩护人协助的权利、甲权证资讯的核知权等等，特别条例拢无加以限制或者是排除。上个礼拜开始陆续去选取一些个案呢，来进行远距视讯。一开始会有一些软体啦，或者是运用上的不熟悉，资讯同仁或者是法院的其他同仁的这个协助了哈，那陆续去解决。不过，时限规定要是有疑虑，像网络的稳定性、画面防不当使用等等，准若疫情转好了后，要安怎有效来消化迄寡无适合用时限规定所累积的案件？审判界人士表示，会当参考美国甲英国的经验，法院爱制定具体明确结案的时程，提悬法庭使用率，甚至增加法官的人数，早日完成审理。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